熱到咁。今日就好開心啦，受邀就出席一個慈善嘅足球比賽啦。講真嗱，戰術我諗好咗啦，咁因為我就踢正前，頭5分鐘一開波吹雞嘅時候咧，我就會扮傷，其餘時間俾晒幫兄弟踢。咁 last 5分鐘我再出翻嚟做一個絕殺 ，OK。完全唔咁有意義，但係可唔可以換埋我走？我陪你啊嘛，你5分鐘之後我就喺度，我哋就評述我。有冇意義？好啦，各位隊友，除咗張健聲，我哋埋嚟傾一傾先。全部特登搭飛機過嚟，全部特登搭飛機過嚟啊！我自己都好榮幸。今日我係着9號隊長。我哋不如咁啦，點入先？夾布尖尖，夜晚插插。夾布尖尖，夾埋插。嚟咗香港嗰次咧，嗰個世紀合照真係開播啦，跌咗0.1度啊！我相信咧，真係踢翻最擅長嘅。11歲我哋頭場上半場已經輸緊2比0。佢對鞋熱到咁。經過半年，大家辛苦啦。我哋外圍賽連埋係咯，打咗成60幾場，終於攞到冠軍。成3個月冇做運動啦，喺炎熱嘅中午咁樣踢咧，真係爭少少又好在頂得住嘅。如果唔保持運動咧，你個身體突然間要去咁高運動量嘅時候咧，其實都有啲危險性嘅。咁所以大家要保持運動，保持運動，保持運動。